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高雄公山的空军官校基地早起一只 T-34的初级教练机，伫训练时摔落来，2个飞官殉职。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有超过6000台，总统赖清德强调讲，政府会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正做 AI 产业的靠山。2个陆军阿兵哥互境外势力买收，泄露部队的军事机密。桃园地检署是以国安法起诉，嘛警请法官判重刑。来看高雄公山的空军官校基地，早起有一只 T-34的初级教练机，在进行发动机失效的模拟训练的时，伫8:08分左右摔落来伫跑道，2个飞官殉职。这2个飞官驶 T-34拢已经超过2000点钟了，空军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来进行调查。总统赖清德是讲，实在是非常的悲痛，敢唔甘冒，嘛请空军司令部来协助家属处理后事。高雄公山空军官校早起由省国甲省路2位中校驶 T-34初级教练机，要进行发动机失效的模拟训练。昨伫咧8:08分传出失事的消息，2位中校不幸殉职。失事的地点就是伫咧公山空军基地跑道北边。事故发生了后，现场已经封起来，空军也遂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根据了解，省国中校46岁，省路的中校41岁，两人伫咧 T-34训练机的飞行时速拢超过2000点钟。今仔日进行训练却不幸失事，因为 T-34教练机拢已经服务超过40档，到底是机械出问题，还是有其他原因？目前相关单位嘛，正咧调查厘清当中。首先要协助我们的飞行员的家属来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那么，另外针对整起事件所发生的原因，也要做彻底的调查，了解清楚以后，那么杜绝类似的事件。配合空军相关单位前往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及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工作，并依法处理后续相应程序。事故造成2名资深的飞官殉职，总统赖清德特别打文向飞官家属致哀，也要求国防部要赶紧查明失事原因。目前公山的空军基地无看到有飞行机在飞，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嘛也未出面说明。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高雄场报道。这届失事的 T-34教练机伫台湾拢已经超过40档了，嘛包发生真侪惊的事故。过去是捌摔落去恁家厝，造成飞官甲民众有真侪人伤亡。有退役的军飞官是分析讲 T-34训练的项目是拥有高教机无法度取代的，所以嘛建议国军赶紧提出家己制作，也是采购替代机型的计划。车日发生一只 T-34失事，致使2位飞官殉职。T-34的飞行安全搁再引发外界的关注。2011年，一只 T-34基础教练机到江标降落伫高滨溪的河床顶面，加载2位飞官拢平安。T-34自1985年引进，到今超过40年。历来的重大事故包含2010年2站失事，分别造成2个人殉职；1990年2站事故，一站是坠落伫詹文水库，2个人死亡；另外一站是坠落伫台南的后壁，1个人死亡。1988年，一只因为机械故障，伫高雄阿莲失控坠落，弄到人家厝。1987年是因为学员操作出问题，伫台南关田坠落，1个人死亡。因为 T-34无大声的座椅，爱靠飞行员家己跳伞，安全的记录受到关注。足够高度情况下，速度又控制好情况下，你要开罩，然后你做一个侧翻滚的动作，翻出去，才能够很顺势的在这个机翼跟尾翼之间滑出去。高指营强调，若准高度无够，真歹跳伞。通常飞官敢若会当强迫降落。也讲到 T-34主要的训练科目包含失速、普罗佩拉，也是拥有高教机无法度取代的。平常飞落地在60海里，你一下就到100多海里，差了3倍。它的反应确实会来不及，所以必须要一个转换。所以高教机做的是在后半段。学者分析 ，T-34主要是让飞行员对未晓飞到会晓飞，包含生理机能的适应。建议亲像失速、普罗佩拉这款较高风险的科目训练，会使用无机机来代替。螺旋这种科目，这种东西呢，基本上其他战斗机是不容易进入的。可能为了保持这个飞机还能够再用得更久，这科目可能可以用模拟机或者是
部分的教官示范取代就好。学者认为，T34虽然训练的科目较袂算长零件，不过服役已经真久，建议国内会使研发家己做，或者是对外买代替机型。因若根据空军的规定，T34的年限是到2033年，陆续到期除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后台北国际电脑展今仔起股，今年 AI 正夯哦，计共是有来自全世界1500间企业，有超过6000档来参展，会当讲是大爆炸，一位难求。总统赖清德伫致辞的时嘛强调讲，政府会坚定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保持现状，来正做是 AI 产业的靠山。嘛承诺讲，政府会确保水价电及基础建设稳定供应。AI 经济成长的红利，会来用来照顾少年世代。今日去电脑展，总统赖清德特别到 IC 设计大厂宜良电子了解无人机 AI 的技术平台。今年电脑展的主题放伫 AI， 有1500间的企业，超过6000档来参加展览。赖总统表示，欢迎 AI 产业伫台湾定居，政府会确保水电等关键资源稳定供应。现在，台电的备转容量率是21%左右。未来1个礼拜，台电的电力供应备转容量率也都在20%以上。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保证电力到2030年无问题。赖总统也指出，将会继续推动第二届的能源转型，会重新强调会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以持即摆状况和全球科技的供应链安心。我认为 AI 成长对外是台湾与全世界可信赖的伙伴。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繁荣的科技未来。台湾会持续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合作强化韧性。人工智慧的需求可以说是供不应求，那整个产业的动能也越来越强，这也充分反映在我们这一次的参展上面。外贸协会表示，本届展览的3大核心主题，正做一个完整的 AI 生态系，希望伫展期的期间，甲台北打造做全世界的 AI 核心。记者综合报道。昨美国的4大指数佮创新高，所以台股今仔早起一开盘嘛是大起，是起到45915点，也毋过就开始了。台北国际电脑展今仔起股，市场嘛对 AI 供应链是有正大的期待，所以早起宽达股台积电哦上悬是起到2400块，收盘后是2380块。今仔指数是起219点，是收伫45557点。美有机会伫1礼拜内达成协议，重新开放核武自海峡。股市拜一美国4大指数搁再收悬，不过日股甲韩股的惊势却是软落来，早盘拢落超过1%。不过受到台北国际电脑展当场，市场对 AI 抱有高度期待，致使台股突破低气压，火力全开，早盘上悬捌到45915点，随网无偌久又搁落到上低45218点，尾仔搁再起是真震动。外资的期货空单昨天已经来到了65000口，其实这也是历史新高所以在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会比较容易有一个波动。但后续来讲的话，由于今天是 Computex 展第一天开展，宏基、华硕、光宝这些 AI PC 的也开始轮动了所以整个 AI 的族群还是非常的旺。AI 风气有偌旺，指数若冲破45000点，不论是老 AI 或者是新 AI， 股价拢要挑战天棚。宽达股台积电早盘上悬2400块，起45块。鸿海早盘要徛起到302块，另外伫 PC 族群更加是冲到看无车尾灯，华硕甲宏基拢是起真棒，因为市场资金专管去 AI 相关概念股，致使部分个股底线起伏伤大。证交所甲贵买中心公告新增加立积电、丽晶共10档处置股，为初二实施到15。分析师认为，今年台股依然是 AI 相关概念股的天下，团产类股依然是弱势。专家提醒，台股呈现多头喷发，交易量大，指数冲关的速度紧，修正速度嘛真紧。这1.5兆里面大概接近40%是当冲，当冲它其实是会造成超涨、超跌。那在跌的时候呢，有更多的供给出来，就会把它压得更低。股市的风险其实是在扩大。学者提醒，照目前美国的情势来看，通膨有增加的趋势，真侪家庭支出嘛受影响。若准消费意愿降温，嘛冲击企业对 AI 产品采购的需求，进一步影响台湾 AI 相关产品的生产，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回答执行长林芬哦，今仔是伫台北开全球的记者会，嘛甲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做伙来了解全新 AI PC 的超级晶片 RTX Spark。有外国媒体是黄立芬讲哦，敢会阁继续投资台湾。黄立芬嘛强调讲，所有的企业拢希望讲供应链会当愈多元愈好，也毋过这嘛甲继续投资台湾是无冲突的。回答执行长林芬初二一早起开始全球媒体问答活动，开场先邀请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登台，佮再介绍回答甲联发科联手研发的 AI PC 超级晶片 RTX Spark。外界也聚焦回答进军个人电脑的原因，林芬强调要为人类史上上核心重要的工具做出贡献。And we have an opportunity after 40 years to go reinvent it for the age of AI. Wow. We're not going to sit around and not let it get done. Not one computer in the world exists that can do that today. 未来大理石 AI 会哪来哪行？林芬讲到，为着大理石 AI 设计新一代 Vera CPU， 不过过去台湾供应链拢对 X86 处理器结构建立，如今 Vera CPU 是用 ARM 结构，如何伫业界来徛起，甲传统的对手竞争，会是一个焦点。Computer is sitting in a data center that costs $50 billion. It cannot wait for half a second. It's too expensive. And so we created Vera for agents to use. That market is brand new. Now, number one. Number two, as you know, Vera is already in all of that. 台湾北方林芬形容徛伫 AI 革命的中心点，外界关注林芬对台湾的供应链安全敢会当瓦靠，敢有信心搁扩大投资。It doesn't change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incredible at manufacturing. Especially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This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ecosystem.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it. The companies here are incredibly good at it, and we should be happy for them. 林芬激励台积电另外讲对美国的扩大投资，形容台美供应链之间是密切的战略盘，嘛强调商业决策就是保持供应链韧性，像是更加优秀的盘合作。回答搁开始台湾科技生态系当中上大的买主，刷落来这几年会继续深化对台湾的投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期参议院的议长魏德哲带团来台湾访问，总统赖清德早起是颁发得奖大秀昆庆徽章，来表扬议长长期支持台湾深化两国的关系，高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贡献。总统讲，2020年魏德哲议长面对中国压力来台湾访问，伊伫立法院大声话讲：“我是台湾人，展现出民主的勇气，是感动真侪人。”未来，台湾和捷克会继续携手前行，站在自由的一方，站在民主的一方，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A naším úkolem je zvyšovat odolnost našich zemí proti těmto tendencím a bránit a chránit naši svobodu a demokracii. I proto potřebujeme spojence. I proto děkuji za možnost navštívit Tajvan. 魏德哲嘛指出讲，伊看到赖总统发表执政2周年的单位嘛，搁再感受到咱台湾甲捷克有真侪同款的价值和处境。因为目前国际的秩序受到法治甲自由的挑战哦，各国拢应该提升韧性，来捍卫民主自由。嘛，愈需要理念稳健的盟友，伊是真感谢咱台湾的友谊甲信任。该看咱国内食毒赛车的问题是真严重，尤其是丧失分段的依托米值比例是真高哦。法务部是表示讲，最近会召开毒品审议委员会来讨论讲依托米值敢要对第2级的毒品升级做第1级的毒品来提高刑责。我们要召开毒审会，那有关于毒品的分级要在毒审会上讨论。那先前已经有单位建议把依托米值，是不是要调整它的分级到第1级毒品？这个议题会在6月17号的时候再征询过相关的部会还有学者的这个意见。若要来检讨毒品的分级，法务部嘛长个研究修法，要甲食毒赛车甲啉酒赛车分开来处罚，提高食毒赛车的刑责。今年5月15到5月26，短短10外天哦，检察官就审压30件食毒赛车的违规，嘛有20件防羁押。再来看台中的雾峰，有警察伫昨下晡5点外在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台轿车伫路面撇来撇去，佮下过双黄线。警察临检哦，这驾驶竟然是提出改造的手枪，也毋过是互警察压制。这驾驶是有验到有食毒的反应。
另外，伫中华溪湖某一个73岁老大人，嘛互验着讲有食到塞车，已经互送办咯。下晡5点外，台中雾峰有员警发现一台自用车驶甲频频，搁驶超过双黄线，随进行盘查，发现细小的驾驶伫目器啊，双手搁咧带。你莫吵，我看到啊！你睇呾。不过细小的驾驶伫盘查过程中，常常为落地啊架改造手枪浸出来，加在关键反应紧，当场压制加逮捕。买手做毒品快筛检测结果是阳性反应。本案共计查获手枪3支。 子弹52发及1、2级毒品若干克，令萧贤接受毒品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证实其涉嫌毒驾。全案讯后依妨碍公务、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彰化溪湖5月30日，一个女警巡逻时，发现73岁姓杨的乌子桑骑奥多摆无照规定装目库米拉，烂查后发现机车挂的是别人的车牌，当场查到4盒啊1包。毒驾嫌疑重大，现场实施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方呼吁毒驾行为常时犯着行政甲刑事责任，一概以现行犯逮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建清羁押，要展现毒驾零拥稳的执法决心，处理危险驾驶以捍卫民众的用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咱国内有陆军啊兵哥哦，协助境外势力用2000块得防收买，伊讲用手机啊去飞弹的设计、汉光演习等军事机密。桃园地检署哦是以国安法起诉，检方嘛指出讲，这两个阿兵哥为着处理犯案，严重危害着咱国家安全，所以建请法官判重刑。境外势力协力者利诱国军收集泄露军事秘密案，于近日侦结。 任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国家安全法等罪嫌而提起公诉。检调查后，这案是一个伫台湾红通缉姓黄的查甫人，已经逃去海外，和境外势力来买收伫台湾来发展组织，伫网络熟悉细数的中枢甲细带的利用。 付钱甲因买军事机密。今年3月时，阿兵哥是用手机啊偷翕部队训练甲人事资料，也毋过敢若摕到2000块。部队发现有异常，就随通报来进行调查。再来看新市中心送资料在北园区传出讲有偷翕的设备哦，北检讯后，负责人甲现场经理是以20万交保。卫生福利部嘛佮公布头一波哦，侵害病人隐私处罚的医疗机构，加共哦是有17件，上侪是罚款50万，停业6个月。 过去总是用感性的微电影讲起协助真侪夫妻圆梦求子的艰难，这间伫国内知名的送子教生殖中心台北园区，如今却也爆出疑似偷翕的风波。什么叫不关我们的事？要说清楚。 偷拍就不关我们的事吗？检警搜查诊所了后，发现有可能是摄影设备拆除了留落来后，通知姓谢的诊所负责人甲姓林的现场经理到案说明。北检讯后以涉嫌妨害性文书、妨害秘密等罪嫌，两人各以20万交保。本案亦于115年5月22日约询诊所的负责医师。 该诊所的负责医师表示，为了保障医病关系，并且避免医疗暴力，故装设摄影机。台北市卫生局5月18日甲警方带动作前反监控稽查，后续会配合检警调查，若有明确违规事情，依法将严办理。送主教官方回应一切的静待司法调查结果，客户权益未受影响。9月26日，最近侵害病人隐私权财法医疗机构，上北市、台中到高雄，拢总有17件。这个是隐私问题。 然后，而且应该还有肖像权的问题啊，对啊，而且大家去都是希望有被好好的服务，可是被偷拍，这个是大家不愿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至少要退费，然后申诉那些的都要拿到一定的价格。卫福部医事署副署长刘玉晶补充讲，全台各县市卫生局针对医美诊所当来进行为期1个月重点稽查。若针对医疗机构的部分，中央已经邀集医师工会等单位商讨隐私规范，原则上3个月内会完成修正。其他嘛关系民众隐私的场所，会由行政院指导各部会整理，卫福部会配合政院指示进行。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超过70岁，就爱换驾照，唔拿得爱先健康检查，嘛爱上课，才会当办新的驾照。昨午台中区的监理所就邀请71岁的艺人辛文婷来宣传。高雄区的监理所是去屏东九如的图书馆直接开课，何时都会当听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先线换驾照。伫诊所内底配合医师指令，做出轻轻的苦累动作，也展现行动力。今年71岁艺人辛文婷，山头示范年岁大人换驾照的体验流程，确认各项检查结果拢正常，也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了后，伊顺利摕到新驾照。上一课，什么咩咩角的代志吼，咱拢会当感受到，还佫学着。后摆咱咧赛车的时阵吼。咱就会愈安心。甲你说明互你听，你开车啦、种啦，爱就算较注意啦吼。换照新制第一天，台中区监理所也有不少人来换照。新制规定，满70岁到74岁完成体检加讲习了后，应换驾照有效到75岁。75岁以上爱维持每3年换一摆，而且爱另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交通部表示，透过换照机制，应互老大人更加了解家己身体状况。大概有听力、视力，然后四肢的健全的情形等等的，然后还有身高会在这里头来做一些检查。地方也即个推出便民配套，因为偏乡庄脚地区大众运输帮助较少，老大人出门大部分是靠汽机车。屏东九如乡公所表示，老大人因为嫌麻烦无照驾驶，除了爱罚钱，佫增加道路的交通风险，所以乡公所甲监理所合作推出换照一站式的服务。不会啊，很好，因为变成我们的同学会，我们在站上我们也有换照。可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你今天来多少人，所以的人服务量会不够，所以我们才会走出去。这项跨单位下乡换照的服务，第一天就发出超过400张的驾照。监理机关表示，主动加入基层社区，除了增加行政流程速度，也消除老大人的体力负担，加纪律，和政策推行更加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几档因为老大人赛车发生未少意外，所以交通部甲本地75岁定期换驾照规定调整做70岁就爱换驾照。全台湾大约有128万的驾驶需要换新的驾照。详细状况今日解破新闻，咱请吴欣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报为着要提升有会人赛车安全，交通部是对驾照管理制度落去改革，已经对今年5月30日正式实施。即马开始满70岁驾照到期，完成期2天内就爱换新。5月30日就已经满70岁，也未75岁，爱伫2天内117年5月30日进前换驾照。爱换驾照，人会收到通知单。满70岁也未75岁，是去卫生医疗机构做体检，就爱合格。刷落去监理站啦、教训班啦，上2节课，拢总是2点钟，就会当换到驾照。这个驾照的效期是到75岁。因若讲满75岁，驾照的到这个效期已经到啊，伫咧完成期3天内就爱换新。除了头前讲的这个体检爱合格，爱完成2节课，拢总2点钟的这个课程，佮爱加一项，就是认知功能测验。这个测验就爱合格，或者是讲附证明文件，确认讲人无中度以上失智的情形，拢合条件就会当换到驾照。这个驾照的效期是3天，刷了每3天就要换一摆。准讲无伫咧期限内底换新驾照，就是违规，会来罚钱。请观众朋友就爱注意。以上就是今日的解破新闻，甲时间交等由主播。感谢吴欣咱继续来关心健保署修正健保支付的标准。未来基层的诊所1礼拜当休困2日新制度7月底实施。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是表示讲，若新的制度影响到民众的就医，卫生福利部就来研究要扩大实施假日的轻急症的中心 UCC， 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嘛避免大病院急症人上济。
基层诊所合理的门诊量上紧为7月开始调整，逐个月合理的开诊日数为25天调价到22天，希望医疗诊所人员嘛有1礼拜休2天的保障，不过可能会影响民众就医，颠倒伫假日迁去急诊。卫福部长赵宗良定调 UCC 会做闭环角色，未来唔来伫6都，佫会伫假日开诊率较低的地区来设。门诊量合理天数下降的时候、下调的时候，那么这个基层诊所在假日的开诊情形，那么再来滚动式的修正我们的 UCC 政策。目前 UCC 简单设伫6都，未来若扩大到其他县市，会转型做补助假日医疗服务欠扣的据点。不过，论伫 UCC 经验的医生坦白讲，安尼的话 ，UCC 本身的功能会起变化，因为门诊病人甲原本轻急症病人是无同的，亲像门诊病人会有慢签，可能计有专科处方药较受限制 ，UCC 需要有更较侪准备。属于说常态的看诊的这种是不是能够纳入说 UCC 这个假日急诊中心的看病范畴这个也是制度要考虑啊。如果你是 UCC 的一个扩充，那它的人力来源也是要从基层医师过去参加的话，那还是回到没办法达到所谓合理门诊量这样子当时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初衷。医改会指出，台湾的 UCC 主要参考日本模式，是为着要补足假日的诊疗空棚。若准备扩大，应该先检讨成效不彰的问题，锁定有就医需求的区域，更加强咨询团队来落实分流。记者综合报道。无人知久是现代战争上重要的武器。中科院是透过美方技术授权，佮引进美国现在在使用的固式的机器狗的平台，利用自主研发的技术来打造3种无共功能的机器狗。今仔嘛对外电视，那么做回来看卖。伫咧营区演唱会行开始巡逻，中科院打造机器狗，或者光达型机器狗，车厘电视成果，顶悬有到监测的模组，会当建立多组自主巡检，嘛有伫影像的功能，会当规日甲暗无分暝日投入巡检任务。拄到大型的障碍物，光达型机器狗嘛是有法度甲闪过，若看到奇奇怪怪的人，第一时间 AI 嘛会当辨识。即时甲资料传转去，卖发出警告声，甲人赶走。中科院即马加入美军当咧用的 Ghost 机器狗平台，有高机动性、8关路径导航 A， 结合咱自主研发的监测器、供电设备、武器系统，打造光达型机器狗、精缩型机器狗、灰滴型机器狗。陌生人从围篱外跳进来，他针对这个陌生报警驱离，同画面会回传为控制中心。控制中心掌握状况之后，马上通知警戒前往处理。3台机器狗做伙向前行，精缩型机器狗有按光电球的侦测模组，用伫咧侦察的任务会当自动锁定目标，而且追踪。灰滴型机器狗是现场的焦点，有到中科院自主研发的遥控庆塔系统，看会准嘛拍会准，会使依照任务的需求，亲像海岸的巡查、机场警戒，还佫有电波驱离、城镇站等等，拢会使做。加做部队的左右手。接轨现代战争，中科院打造了光达型、侦搜型、火力型3大类型的机器狗，可以支援不同的作战任务。而中科院现在也朝向侦打一体的方向进行整合。海军陆战队他认为在沙滩就沙岸、滩岸的一些巡检包含海巡署在东沙南沙这边这些巡检，他们都有迫切的需求。还有陆军来讲，他们在营区的巡检也是特别的需求。美国甲技术授权，和中科院参国内厂商合作打造机器狗，协助飞扬供应链量早伫台湾开始生产。目前脚步是愈来愈紧，希望会使早日量产。记者综合报道。政府为着要鼓励生囝，有提出真侪政策，也毋过学者是指出讲，咱台湾一档人工老体大约都有30万个哦，比其他国家佫较济。专家是建议讲，会当来参考德国的做法，就爱有3天以上的思考期，嘛爱提供专业的咨询来提高生囝的意愿。为着要解决少子化问题，总统赖清德顶日推出18项育婴政策。不过拜二有立委甲专家学者开公听会，指出台湾人工老体数量逐年换30万，比其他国家加足济。若要解决少子化问题，应该为零岁进前都要有支持的制度。30万的堕胎，这个数字是日本的快3倍，日本的快3倍的人家的堕胎数。韩国是20万的堕胎，我们是1.5倍的韩国的堕胎数。
在德国是大概10万，我们是德国的3倍，但是政府跟社会大众都不知道，政府也不会去公布。学者建议政府会当参考德国的做法，提供3工以上的健康老体事故期。另外，这个期间嘛有专业的咨询服务，用保护生命做前提，协助无依期有薪的人提悬因生假意愿。3天的思考期，对那个在德国的 Profemina 的机构，他们的个案当中，进入咨询服务的有65%都会选择把孩子生下来。酒检怀疑地已经列做个案等级，学者认为政府若要提悬生育率，应该加强无依期有薪人自身甲支持机制，减少放弃生假情，才通为源头改善酒检怀问题。记者郭金勇、志工台北报道。来看行政院今年度的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无搁请教师组织、家长团体、和校长团体代表，所以今仔有教师团体就行政院讲，因拍破20年来的惯例，破坏民主参与的机制，想要删灭掉社会各界监督教育预算哦。因是要求讲，行政院就要马上来恢复原本的制度。学校内底，无论是教学设备、教师的零事费、行政的支出，也是偏乡的资源等等，拢是教育经费的项目。各级政府拢爱照教育经费编列甲管理法来编经费。因过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都会请老师、家长、甲校长等等的代表来确保教育预算的分配是毋是有符合教育现场的需要。不过民团指出，行政院今年度所拍破20多年的惯例，无要搁请外部的代表，民团就惊欠缺监督的机制。行政院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重要性非常的重大，因为就是在每一年筹编4年政府预算的时候，到底教育经费要占多少钱，是由这个委员会决定的。多元的迄个政治内底，应该要听无同款的声音，特别是阮代表所有现场的老师，阮绝对比遐学者专家对教育的问题足了解。民团表示，推动任何的教育政策，一定拢需要经费的资源，所以伫教育现场第一线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甲监督非常重要。校长是校务的领航者，所以他对于校务发展的策略还有资源缺口的盘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老师同仁，他身居教学的第一线，他非常清楚什么样的教学设备、什么样子的活动课程的经费是能真正有帮助于学生学习那个成效的提升。兵团呼吁行政院甲教育部要赶紧恢复，让教育现场的代表参与讨论的机制，教育经费的编列才通公开透明。记者郭佑基、林晓凯台北报道。来看发展人工智慧需要电力甲算力。法国总统马克宏昨伫宣传法国的投资峰会宣布讲，今年度的招商大约是有930亿欧元，新代表3.4条的外资会来投资。其中日本的能源是表示讲，因为法国能源供应是真稳定，所以要来投入750亿欧元，伫法国来起3座大型的 AI 资料中心。全国的企业领袖找伊做伙，伫咧法国的凡尔赛宫参加法国总统马克宏举办的选择法国年度招商大会。今年会议的主题是人工智慧、能源转型，也有高科技产业的投资。Today, we announced 93 billion euro investment. 45 billion coming from SoftBank investment, and thank you for that. On data center, but as well as this partnership with 马克宏表示，今年完成71项的投资计划，打破外国投资的新纪录，预计会使创造超过15600个工作机会。对着这几年失业率搁欠破8%的法国来讲，这是真有帮助。其中上届受到大家关心的，就是日本的科技大公司能源，宣布75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头一阶段450亿欧元，要起3座大型的资料中心。地点就伫咧法国的上法西兰大区，按算2031年进行完工，会成做欧洲重要的 AI 运算中心，嘛是能源甲搭伫咧欧洲规模上界大的人工智慧投资案。There's no choice. U.S. is going fast. China is going fast. Europe, Japan, Asia have to also go fast, not to be left out. This is a national security. 能源管理伫咧法国开档本聊落去，就是因为法国的电力足充足的。We can convert electricity as a raw material
into more high-valued intelligence. So France can export intelligence. 法国目前有57座核能反应炉，是欧洲上界大电力的出口国。马克宏希望核能发电会当互电力济吸引全球 AI 产业来到这，甲法国打造做欧洲 AI 的运算中心。除了人工智慧，也有资料中心以外，今年公布的投资案嘛，半导体、土炭、农业、货运电动化、钢铁，也佫有医疗健康等等的产业，显示法国即马是摒说城外资入来，强化家己的产业竞争力。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咱国军第4作战区今仔是伫台南甲屏东5个地点来进行实弹射击的操演，嘛展现出强大的军火力。全部的战力拢伫演练的正前一天才进驻，嘛展现出咱国军的应变战力。火箭一发接一发，声音震撼，射对前排阵去。3台 MK30、3台 MK15，总共6台，雷霆2261发的飞弹，早起8点半，伫远方现场进行重炮射击，另一头香港北的海边，刷补载满 M1 控自走炮和155公里榴弹炮，排甲整齐，同时发射。国军除了展现强大火力和打击能力，现场的民众嘛看甲足入迷。哇，很震撼，真的天要破了，很震撼。尤其它是连发，一直射哈那一部车呢，那它射完了呢，就在另一部这样很辛苦，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应该也是蛮久的除了滨南3个地点，台南的气球刷补，阿兵哥用上急的速度装炮弹，一摆榴弹炮展示炮兵的作战能力。陆军特别军团这摆演习的是模拟中国军队想要对台湾刷补登陆。国军针对中近3个距离的目标，使用雷霆2000火箭系统，结合自走炮和榴炮弹，甲敌军规个包围打击。不过无共的是，进前操演军团拢会提早刷位，这摆是前一天宣布地点，考验国军刷位的速度。以往的演练。现在更加强调，就是变成有想定无剧本，在作战区内已经知道有哪些红色沙滩，比如说洗漱海滩，就是第一可能登陆点。所以平常都会有一些计划。那无剧本就是临时宣布一个状况，然后部队进入阵地。陆军特别军团这摆大动作，伫南部地区5个地点同时进行射击演练，现场充满备战气氛。国军展现出耍位能力和战力，用实际行动展示守护国家的决心。记者李成武、柯炳哲，台南屏东综合报道。再来看嘉义县的大埔乡是位伫曾文水库的边仔，即马最近曾文水库的水是存无到一成咯，所以观光船嘛无法度通驶哦，这嘛影响到大埔的观光产业。来到曾文水库，水库水位是直直落，有的所在甚至已经无水，下底土地已经发草，成做规片的草埔。水库边仔就是嘉义县大埔乡，在地船长就讲，甲有水的状况比起来，今年水库无水的情形，确实是差真济。安尼差真济哦，嘿，上甜甲咱的230水位，甲咱的这六角亭的2楼，嘿，通新桥迄边是要甲田甲要甲迄个通新桥面顶。受到无落雨影响，曾文水库目前的水量存无一成，配合水库起的码头吊桥这个景点，看出去拢是水库下底的土瓦。除了影响在地民众的交通，嘛影响到观光产业。都是靠这个水库在吃饭的，所以都会影响。对，而且游客也少蛮多，因为其实游客来都是要看这个水库的风光啊，看到没水，然后都很失望，然后就会走了这样子。是拢会影响到，包括钓台一寡要去对岸的交通船，较无方便。是安尼，拢爱搁设一个。村民就表示，去年6月的时阵，水库阁无像即马即种状况，澳门刷落来的黄sơn雨会当解决水库无水的问题，嘛互大埔乡在地观光产业会当继续来维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1972年，国家公园法公布实施哦。目前咱台湾是有9座国家公园，一座国家自然公园。面对气候变迁哦，内政部今仔是办国家公园今年管理的国际研讨会，邀请9位国外的专家来台湾分享交流，那么做伙来了解。
玉山国家公园5月29有登山客目击有保时捷宾士顶4台自用车驶入去管制区塔塔加登山口翕相拍卡，警政署保7总队事后认定，表示会处分值班警员。公园署玉管处嘛对违规车辆依法裁罚1台车3000块。是按照行政程序会让民众来陈述意见，那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当然他们就会去缴款，而且这次的事实上是还蛮明显，包括玉管处，包括我们保区6大队他加小站这个两边还是会在做横向的一个联系，来共同来检讨。除了避免人为迫害，即马因为气候变迁变严重，生物多样性流失紧，全球保育思维已经为追求保护区面积的大小，改变做对管理品质甲成效的要求。台湾自2020年开始一步一步建立国家公园经营管理效能评量制度。头一摆举办国际研讨会，邀请欧亚9个专家来台交流，希望向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历史命路进前行。我们的陆域的生物却占了全球的2.5%，我们的海洋生物更高达了全世界的10%。国家公园计划的指引，它毕竟还是立基在土地使用管制、土地利用管制的精神上。我知道了我的价值之后，我才能够去指认出那我要保护的关键物种跟关键栖地又是什么。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这个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我想这个对于台湾在国际尤其是国家公园的能见度上面会提高很多。国家公园署表示，2020年开始，雪霸国家公园完成国内头一座大型保护区效能评量后，短5天内，包括阳明山、玉山、德鲁固、还有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保护区，嘛拢陆续完成。上紧明年底，剩的5个国家公园嘛拢会建立评量制度。除了理清资源现况甲威胁压力，嘛当进一步强化甲宽越关系人的良性沟通基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有真侪真久看起来真后的奥拜停伫公共的停车格占位。新竹市的交通处是表示讲，若停超过15天就会通知车主来刷车，若无就会拖去保管场。民众平常时咧新竹骑奥多拜，想要找所在停车，就已经足歹找啊！无想到停车格各号看起来已经真久拢无人骑，奥多拜占满，造成民众的不方便。真无公德心啦！车要报废啊，伊都有人甲限哦，唔处理哦，对阮这要停车的人是造成足无方便的啦。本来就不多了，如果再有一些那种报废的车占用那些地方的话，那我们一般骑车的人这样子就很不方便了。有新竹的议员指出，新竹市最近公共奥多拜停车格，足侪拢看起来已经报废奥多拜占位，有的顶悬甚至搁互人打中国的5星旗，呼吁市府赶紧处理，避免公共资源互人恶意占用。霸占了这个机车停车格非常的久，有的甚至长达1年以上，而且在最近发现到上面都被贴上这个5星旗的这个贴纸标示哦，成了这个5星旗的宣传工具。交通处表示，因为有的停车格内底奥多拜佮挂有车牌，依法款不叫袂使当作废弃物处理，刷去无论有车牌也是无车牌。交通处表示，若停超过15天的奥多拜，因会通知车主刷车，若无就会拖去保管场。针对公有停车格车辆，若连续停放逾15日且无法联系车主，或车主未能及时处置完成者，市府将依新竹市公有收费停车场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办理一致作业。市府表示，未来加强巡逻管理，要这奥多拜袂当继续长期占用停车格，和公共停车格会当有效运用。记者杜根和新竹报道。再来看台南有厝边头尾为着要抢停车位，是冤家变面哦。伫北区一个公园边啊，因为是无画标线，也毋过住伫附近的民众，若有人去停车，就互相去检举哦。厝边是拍破感情，交通局嘛表示讲会去现场会勘来画标线。白线顶面停汽车看起来无问题，毋过警察来直接开单。台南北区一搭公园边啊，有一段长4公尺无画红线的路段，煞正做厝边小径。一般轿车长大约4.5公尺，停入去车头也是车尾，难免会缀着红线。经过了解，有车主定甲车占地，甚至有人用机车来占位。本来发现车位互机海厝边停去，就敲电话检举有人缀着线，因为停车问题，互双面贴破面。在地居民无奈讲。
车线安尼设计，会互人产生误会。你也无要用停你规样维昂线啊，无你安尼一个大陷阱。应该会不舒服啦，因为他会觉得是白线，因为到一点红线可能，说这样会太严格，不然你就全部都画红线。互人检举的厝边嘛，甲警方指控对方停车的位离消防栓相近，照规定路口10公尺、消防栓5公尺内拢袂使停车。这搭空白地段强在有人咧停，即卖双方互相检举，警方认定拢有违规，开罚600至1000元的罚款。交通局回应，最近会安排会勘、甲地方讨论，看标线要安怎来调整。当下就是有依照转角10米的红线以及消防栓前后5米的红线画设。画设完以后，它还有剩余未画设的空间的话，未来我们会与会勘找当地的相关单位以及那个地方代表来共同研议。这件检举事件嘛显示出当地停车位严重无够的问题，边仔新大楼一栋一栋起，地区停车需求增加，想要伫公园边仔找到免费的车位有影困难。为了要彻底解决这场停车的纠纷，警方嘛已经通报相关的主管机关，希望会当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记者邱大南采访报道。来看塘区新公路3段中立树的附近，当个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哦，也毋过外界是批评讲，桃园新社有部分所在受到破坏。文化局是强调讲，会甲时间的单位来确定相关的工程，嘛继续来追踪管理。桃园新社伫口处社号标记座，原卡麦努记座顶头有正后头一人桃园县长启宗德奉献的字样。现在是我们垫高有没有？变我们的高层比较高了。现场会当看到人行道红铁管，虽然是历史文物留落来空间设计用碎石来保护，不过有民众感觉基座甲文艺的部分互碎石呆掉咧，实在真可惜。你怎么看这个情形？虽然要铺新的人行道，但还是尽量保有原本的文物，就是不要去影响到可能民众经过可以去看到它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不太好吧，就其实基本上历史建物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就对。对。用工处当咧进行桃园区新公路3段中立树到桃南铁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表示新社入口处的人行道有关价感，需要掠好平。新社是市定古迹，卡麦努的基座4块位拢有留阿所味铺碎石来保护。目前养蜂处的工程还在进行相关细部的调整，那文化局也会来确保这一个相关的一个施作务必要符合我们核定的方案。文化局表示，用工处动工进程已经提送相关的图示，嘛已经邀集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审查。经过现场的勘查，佮甲用工处确认，目前的工程是还未完成，佮爱时下个会继续追踪处理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哦，整理县内有5条无整治的河川，按说要来划出10.7公顷的私有地，甲这土地还给地主。目前哦，已经整理苏澳溪4公顷的土地，会先还给地主去使用。宜兰头城金明溪爆花已经时间完成，不过爆花另外一边有真侪私人土地，雪红围做是河川区域线的范围，地主甲厝主无法度利用。这边更严重，这边更破碎。你看，包含的面积包含的太大了。随着影响的市林的地主调出地质的资料，会使看到金明溪的河川区域线弯弯曲曲，甲已经治理好势的溪水实际状况无同。讲阮木主前吼，这个农地吼，阮要申请这个，像讲是资材室啦吼，也是讲农机室，也是讲这个管理室吼，啊，甚至要做一迄个农业设施吼，啊，甚至讲有诶要申请农舍，拢造成限制。为着保护地主的权益，县府针对全县包含金明溪在内，计用5条溪水的治理计划检讨，按算划出10.7公顷的土地，甲土地还给人民。目前完成所有可以检讨，约有4公顷的土地。大概我们知道，在德子口溪的这2个支流，大概它遇到最大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相关的进度，是因为我们的竹安河口常年都有淤积的这个状况。有民代设治理计划加速检讨，因为亲像头城金明溪是地主口溪支流，不过水利署认为，县府检讨治理计划要做伙检讨溪水的出海口、对岸河口积土埋的问题，所以先把计划提上去，地主把土地行人民的进度较慢。其他的4条，我们陆续我会加快速度啊，把不需要用到的土地那还给人民。
官府表示，针对这项户口的检讨经费，初审已经通过，等待经济部复审。通过了后，就会使启动地主口契的治理计划检讨。官府会积极办理，赶紧把河川治理当中未搁再利用到的土地，幸福人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政府伫顶个月伫国小来办银唱台语诗词的比赛，民间国小嘛已经连续2档拢摕到冠军咯。老师是讲用台语来学汉诗，会较简单来理解诗的意思。空文音数为分开。台语课的时，学生开喙大声读汉诗，老师希望透过读汉诗，教囡仔来传承台语。提升文学修养，嘛希望会当推广吟唱艺术。色南色北皆春水，但见寻鸥日日来。下南下北皆春水，但见君鸥日日来。台语诗较好学，因为台语诗念起来较顺、较好听。平常时有咧背，所以就较有感觉。为着要鼓励学生讲台语，南投县5月中有针对国小学生举办用台语吟唱古典诗词的比赛，决赛拢总有22队参加。民间国小连续2档摕到冠军。校方表示，民间国小平常时就会要求学生背古典诗词，华语已经背真熟啊。老师嘛希望学生会当对台语去理解古诗的意境。文言音、白话音真较困难，因为因平常时拢讲白话音嘛。较无咧讲文言音，其实我嘛有甲因讲，你若较常看布袋戏，有一寡文言音，迄讲了足水的。老师表示，台语特别的就是有文言音和白话音，学生一般对文言音较无熟。除了汉诗，伊嘛鼓励学生看布袋戏学台语的文言音，感受古典诗词的艺术表现，互语言和文化会当产生连结。记者黄秀兰报道。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